好，嚟日開閘嘅時候啊，至高深得光輝歲月一隊係少少慢嘅，前面快嘅馬，中間位置年年好運，快落之後呢，一路搖住之下佔先咗半個身位入嚟嘅，中間又始終如一啦，埋邊啊風雲等位啦，外邊冚啦，藍眼罩有年年好運，粉紅眼罩龍有生揈出去外邊衝嘅馬，仲有極速之子啊，同埋呢至高深得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快落之後佔先啊，年年好運開始拍上嚟㗎啦，再見到外邊位置啦，有灰馬就係呢隻龍有生啦，出邊追特別美麗上緊嚟，後多陣啊，仲有風雲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埋邊數出嚟，快落之後年年好運龍有生鬥緊嘅時候特別美麗，一陣風咁啊已經冚上嚟過㗎啦，後邊追上嚟再隻光輝歲月接近終點特別美麗贏啊，跑第2名嘅馬龍有生埋邊，出邊光輝歲月第4名都近啊，年年好運同埋出邊金德兒亦都需要影相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匹特別美麗咁啊排咗個大外檔起步，一樣能夠後上輕勝啊！第2名嘅話呢，龍有生埋邊，出邊光輝歲月追上嚟，第4名都近㗎，埋邊4號係年年好運，外邊衝得好勁喎，係嗰隻金德兒啊！頭場賽事特別美麗，咁啊喺度呢就唞咗一唞，再次贏馬嘅，跑第2好近。前4大熱係7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大力後旺嘅慢啲喎，前面快嘅馬，中間位置海洋帝君粉紅衫第3啊，第4位嘅馬63係東方寶寶啊，內欄粉紅衫呢，第5位到呢有海洋帝君啊，外邊走咗上去有華美之威啦，跟住個第7位內欄星之源啊，紫色眼罩紅衫第8位仲係紅當當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快樂老窩選擇喺中檔馬林入邊揾位喎，咁啊響外邊位置啦，咁啊冚上去有海王啦，中檔揾位嘅馬匹仲係隻大力後王嚟㗎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，藤黃區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！原內欄追上嚟㗎嘛，有星之源啊，中間有華美之威，出邊東方寶寶，中間海洋帝君，外邊海王啊，馬林裏邊快樂老窩一路等緊位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藤黃區仲係佔先啊！呢個時候見到外邊東方寶寶上緊嚟，中間海洋帝君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！外邊東方寶寶咁啊個勢頭相當勁啊！俾佢細隻啲粉紅衫，海洋帝君響中間追埋欄位置，咁啊都係保持住個同速啦，就係嗰隻藤黃區。結果今場賽事，東方寶寶真係流放尺寸，一絕咁靚之下贏馬，海洋帝君就跑第2嘅機會，同埋邊嗰隻藤黃區係好接近嘅。至於第4名啦。黃奇舉，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，內欄位置遨遊波士啊，雙子美麗走上去，出邊淺藍衫加應晉升啊，第4位近第3，黃帽呢咁啊戴面箍第4位啊，勤德佳備內欄第5，淺藍衫手機標能第6位，紅衫仲有金創福威內欄第7，白衫黃帽係閃光燈啊，後啲先有威力飛騰等入邊愛馬森熱氣球褪落去喎，大外檔嗰邊啊有線路福將綠色最威啊，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埋邊雙子美麗佔先，外邊呢加應晉升率先上嚟啊，喘入邊上，仲有遨遊波士啊，後多層啦，咁啊中檔位置就手機標能啦，勤德佳備啦，再見到外邊啊金創福威大外檔線路福將啊，最後100零米遨遊波士透出咗，加應晉升第2位，外邊手機標能打緊上嚟，接近終點3日啊平排一齊到，相當接近手機標能外邊，咁啊冚住中間呢係加應晉升，出邊追上嚟，仲有隻熱氣球。臨尾係咪一啲閃呢？內欄10號遨遊波士，中間8號係金創福威。睇嚟呢場頭馬手機標能嘅機會係似乎大啊！第2就加應晉升響中間追上嚟嘅馬呢，咁啊外邊熱氣球係咪有啲受阻定係點呢？入邊呢就係嗰隻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呢，見到埋邊位置大勇勝快喎，最出有哈羅威粉紅眼罩，外邊63鬥志波內欄黃衫黃帽，大家跟住個3、4、3位嘅馬呢，有大勇勝啊，跟住個第4有金運齊來啦，埋邊黃帽第5位嘅馬有文明福星啊，出邊位置冚一啲喎，康昌之星中間有戀愛狂淺藍衫內欄白衫白帽有金匯千歲啊，跟住後邊就日日上啊，馬林中間豐功偉績掟出去，外邊呢有堅闖同埋幸福約定嚟㗎。
最後300零米，哈羅威支離咗半個身位，鬥智波中間上，外邊金運齊來亦都追，袁蘭打上嚟噶嘛，仲有呢隻呢就金匯千歲啊，後多層就戀愛狂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外邊金運齊來冚上嚟，鬥緊哈羅威，內欄傳上嚟嘅馬呢，仲有呢隻金匯千歲，接近終點埋邊傳咗上嚟，金匯千歲贏啊，金運齊來第2，哈羅威第3，戀愛狂第4。係咪機會高過入邊鬥智波同埋出邊嗰隻幸福約定呢？結果今場一對金都跑得好啊，而金匯千歲呢，咁當然慳咗啲位啦，傳內欄上嚟就奠定勝局啦。金運齊來第2，哈羅威臨門有啲力，又跑第3，第4名中間戀愛狂，外邊姍姍來遲，黃衫追上嚟，幸福約定啊，入邊呢仲有隻63嘅鬥智波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紅衫嘅千杯競典快啦，出邊快樂高球都快啊！嘉應駿馬淺藍衫第3位，內欄第4呢，仲有內欄呢就悠然上升，暫時帶到後滿利時嚟嘅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差唔多入直路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快樂高球啊，第2位呢就嗰隻綠色鐵騎嚟㗎，第3位有精益飛駒，內欄第4就係嘉應駿馬，第5位中檔啊，咁啊有杜月橋啦，外邊追嘅馬有家家有福啦，最出嗰邊仲有標誌繁星智勝勳章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，快樂高球仲係佔先啊！咁啊見到綠色鐵騎就開始越逼越近啦，外邊有杜月橋啊，馬林中間上緊嚟，仲有隻嘉應駿馬，最後100米到，快樂高球佔先啊！見到呢隻綠色鐵騎率先將佢追過，外邊仲有杜月橋，接近終點，綠色鐵騎贏啊！跑第2名呢，埋邊快樂高球，機會似乎高過出邊杜月橋啊！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標誌繁星響出邊，內欄有個包尾追上嚟滿利時啊！咁啊，結果今場賽事，咁啊呢隻綠色鐵騎，咁啊贏馬跑第2名，埋邊快樂高球，中間1號係杜月橋。至於第4名呢，都近嘅，出邊呢有標誌繁星，內欄追好多㗎，嗰隻滿利時。8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銀刺勇士外邊快，中間金紅帽暫時殿後呢係龍威心得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啦，大成雙就貼欄放嚟咗大約個零身位到啦，分列2、3位嘅嘛，有銀刺勇士，中間橙帽仍然威風啊，內欄第4有浩然啊，中間紫色眼罩黃衫呢，仲有旭能精英啦，攞出去外邊追嘅嘛，有鋼鐵安防啊，後多層嘅花哥猴王啊，出邊黃衫女神追啊，外邊仲有2隻添啊，實力家同埋海船王者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。仍然威風走甩咗，但係因為有個零身位，列進區開始追上嚟啊！最出嗰邊啊，有海船王者，中間位置仲有實力家，最後100米到仍然威風，佔先咗半個身位，列進區追上嚟跑第2，第3名係實力家，第4名出邊係海船王者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仍然威風，咁啊都係減埋啲磅，亦都可以真係跟到喺前呢個位置走啦。結果少少拋甩啦，咁啊贏出呢場賽事，第2名追上嚟列進區。第3實力家，第4名外邊係海船王者，咁啊5棚芝麻房起咗個孖啦噃。咁啊飛到馬道添啊！呢隻仲要跑第2名呢，就4班千六，大熱第3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嘛就有贏威馳快，中間63啊超開心啊！外邊藍白外邊上咗少少嘅勁進區啊，後邊嗰紮馬啦，馬林裏邊啊咁啊大約尾6啦，有天蓬貓啊響外邊啊北極之標啊，後呢個馬匹啦掟出去外邊追有家傳之寶啦，等入邊嘅話就係愛心萬里，最出嗰邊仲有隻威力非凡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包裝戰士仲係佔先嘅，咁啊仲未換到腳啊，都拋甩後邊嘅對手2個馬位㗎啦，中間位置有艾利奧超開心新力標啊，最出嗰邊係天蓬貓，中檔位置再勁進區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包裝戰士換埋腳，已經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，贏出呢場賽事。第2名嘅馬呢，埋邊上咗嚟新力標啊，超開心第3，第4名係天蓬貓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包裝戰士咁啊都係擺前面走，咁啊亦都慢慢學習到更多嘢啦。咁啊結果一放到底啊，潘頓咁啊暫時今日已經贏咗3場咯。新力標第2，超開心第3，第4名係天蓬貓。
追翻球先啦，沈集成啊，包裝戰士轉倉交代兼打開在港勝利之門，跑第2名呢，93倍第2啊，新力標，超開心第3。準備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約出啊！快啲嘅嘛，中間位置有尾3位置就大至尊，尾2海上大軍啊！咁啊，墮後嗰匹馬呢係喜蓮勇敢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呢就太陽勇士啊，依然佔先啲嘅，包裝福星響佢出邊啊！咁啊等入邊嘅話有瑞盛人生，攞出去外邊嘅話有加州動員啊，揈出去外邊追，大面箍啊銀亮奔騰，最出橙心勁沙塵啊，仲未換到腳喎，等緊啊！再喺入邊再隻美麗同享，最後300厘米平排衝刺之下，包裝福星佔先少少，外邊冚㗎嘛，有呢隻勁沙塵壓住咗，中間呢有銀亮奔騰壓入去啊！加州動員入邊冇位就瑞盛人生，反而出邊美麗同享殺上嚟啊！美麗同享外邊逢馬過馬贏啊！跑第2名勁沙塵，第3名銀亮奔騰，第4名係太陽勇士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勁沙塵響外邊冚呢，咁佢應該冇換腳就一路有啲內閃。美麗同享開頭都等位等等下咧，攞咗出去外邊，結果逢馬過馬捧走香港馬主協會錦標。美麗同享嚟到季尾階段，連捧2杯喺布文胯下攞到連捷嘅勁沙塵。黃旗舉起，好啦！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約出都好快㗎。埋邊位置外馬線中間包得，尾腰位置飲杯，暫時殿後黃衫黃帽呢就係跨境寶馬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3隻馬平排入嚟喎。埋邊位置有外馬線中間包裝天王啊，咁啊見到標誌極光響外邊啦。第4位㗎嘛，中檔位置就係呢隻手機標勁啊，響外邊冚有偵探傳奇啊，出邊仲有2隻㗎，分別係非凡浩傑同埋跨境寶馬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厘米啦，埋邊數出嚟，外馬線鬥緊包裝天王，中間藍眼罩標誌極光，藍衫上嚟偵探傳奇，最出係跨境寶馬追緊啊！最後100厘米，偵探傳奇透出咗，外邊追佢嘅馬係跨境寶馬，夜馬嗰匹似乎係偵探傳奇到啊！跨境寶馬由爆尾追上嚟，追好多噶啦。第3名嘅馬有包裝天王，咁啊第4名入邊外馬線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匹偵探傳奇咁啊草地其實都一樣冇問題嘅，外邊追上嚟由爆尾衝上嚟嘅有跨境寶馬，咁啊至於第3名啦，中間包裝天王，入邊第4。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，外邊位置有英俊飛區啊，中間有名揚四海粉噶，咁啊殿後入直路嘅馬係星環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有形量佔先少少，英俊飛區就響佢外邊啊。第3位有名揚四海啊，響外邊有超勁赤道，等入邊嘅馬呢，有一生好彩火焰閃爍啊，揈出嚟中檔追有大回報啊，出邊位置仲有榮進大道亦都大外檔衝緊上嚟，中檔位置金勝名區嗰啲馬，最後300厘米啦，名揚四海中間出咗嚟先，外邊大回報，逐步蠶食上嚟，埋邊英進飛區中間仲有一生好彩，後多浸啦，見到滿心色亦都追咗啲，接近終點，名揚四海贏出呢場賽事，一生好彩第2、第3名呢有外邊大回報，埋邊第4係英進飛區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名揚四海咁啊結果直路上面最後200厘米走甩咗，咁啊而將後邊嘅對手掟甩，咁啊打開嚟香港嘅勝利之門啊！亦都為馬主獲得額外嘅150萬嘅特別獎金啊！一生好彩第2大回報，第3、第4名英進飛區。無偉傑馬房今火箭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就粉紅眼罩百勝威龍啊，比較快啲㗎。咁啊內欄咪跟住第3位有呢隻就勇者為王啊，內欄第4啦，紅衫藍眼罩閃電小子啊，中間呢開心勇區響佢外邊啊，亦都攞出去，人人有餘拱埋出去，拱埋出去嘅馬呢仲有津智神啊，等內欄嗰邊有綠野飛馳，跟住佢後邊呢就肯佩斯嗰啲馬，最後300厘米啦，百勝威龍埋邊佔先啊，響佢後邊嘅馬有閃電小子啦，綠野飛馳原欄追啦，出邊
邊人人有餘上，大外檔津智神咁快飛飛亦都上緊嚟，最後100厘米到津智神透出咗，外邊上嚟有咁快飛飛，中間位置就人人有餘，接近終點啦！呢隻津智神贏啊！跑第2名咁快飛飛，第3名泰坦，第4名係人人有餘啊！結果嚟到殺科戰，沙田嘅殺科戰尾場賽事啊，都係嚟於一啲外邊冚嘅馬，而贏出尾場沙田嘅賽事係津智神啊！第2名咁快飛飛，泰坦追過第3，第4名係人人有餘。尾場賽事咁啊，贏出季內填咗最後一場賽事呢係津智神跑第2。